最近这几年，世界各国引发着一股迷你屋的风潮，即摆伫台湾嘛看会到。迷你屋佫叫做是微型厝，小坪数，但是厝内底设备真齐全，特别受到少年人甲养老族群的喜爱。华视新闻团队实地探访2位微型厝的住户，因的厝拢无到10坪大，为了要善用厝内的空间，尽量袂使囤物件。这个微型厝，阁会当4界来耍动，想要搬厝，直接甲吊起的卡车，规栋厝对咧行。起这个微型厝，唔免用钢筋，唔免用阿妈头，会当减少对环境的冲击。不过现行的法规也是有袂少的规范，这是爱注意的所在。而这个微型厝的生活到底如何呢？做伙来看。虽然小，什么都小，但是它里面是丰富的。它是一个让人家感觉非常有温度的小屋。你可以上山，你也可以下海，它给我一种很自由的感觉。你也不能便宜行事，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思考它房舍合不合法。空气中有低香，佮有窗外美景。住伫南投6个月英文老师江晓平，规工满满的元气都为灶卡开始。这个是我跟我女儿的小餐桌，就其实位置小小，坐在这边蛮温馨。附近都会有那个小猫咪会来跟我们在这个窗台对望。看一个真伊的灶卡较无一平，无论是壁角的饭桌，还是边仔冰箱，厝内装潢请价拢真细。这就是我的小冰箱，它虽然非常的小，但是它满足我每天3餐的需要。虽然小，什么都小，但是它里面是丰富的，所以我喜欢这样的生活。因为空间小，就爱过勤俭的生活。住伫台中的江小姐，20当前伫好山好水南投买一块地，2当前开400几万起一栋家己的厝，不过伊梦想中的厝甲别人真无同款。欢迎来到我的 tiny house， 这是我可爱的小门，进来吧。来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的小客厅，这是多功能，可以当我的床铺。为客厅这边行到另外一边，唔免5步，空间较无10平，生活机能拢总有。这款的厝又搁叫做小型厝，最近几年来伫世界各地引起流行。这是我最喜欢的空间，这个沙发呢可以当我的躺椅。我觉得这个空间呢给我一个很大的舒适感。大家都觉得房子为什么要住那么小？爸爸来看的时候也觉得房子太小了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，然后我觉得小屋我喜欢干干净净的，可是我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整理，所以我就决定小屋还是最适合我。这是我女儿的房间，那客人来的时候，我们会让客人跟妹妹一起在这里活动。这个平常就是客人来的时候或朋友来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在这里坐着、躺着都 OK。然后掀开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个置物柜，所有东西往里面藏就会很干净。为空中来看，这栋茶厝搁较有路细型，甲一栋开袂到就几千万的传统水泥建筑比较起来，细型厝平均300万就当大。面对高厝价时代来临，这敢会当变成解决的方法之一？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第一个，我的能力是负担得起的。你不想要有太大的房贷压力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很好的考量。同款介意细型厝生活的要有因。我的生活的乐趣就是再把它们搬过来搬过去。有些人会有点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种种花吧。住伫苗栗南庄的唐美玲80岁啊，退休生活游玩真充实。我在台北，而且是很热闹的信义区，然后生活了一甲子，很向往乡下的这个风啊，这个空气啊，真的是爱上这个地方。就下定决心，慢慢的想办法在这个地方落脚，这样子。
这个移动方舟是我心里面的梦田，我找它找了10几年，终于我遇见了它了。然后夏天的时候大树乘凉，很棒，这是真的是我理想中想要的。虽然有一片山林会当起一栋大间厝，唐美玲伊有原有无共款的想法。住伫小间厝，甲后生查某囝住真近，伊原有个人的空间。视野何须大？小木屋没有压力，为什么？哪一天我要是换了一个地方，想去海边的时候，这木屋可以叼过去啊，你可以上山，你也可以下海，它给我一种很自由的感觉。这间的格局设计规划呢，我们右手边这边是我们的客厅空间。那比较不同的是，我们在这间上面，你可以看到整个厨具我们有加大，那也是采4人座的餐桌。哦，那在这上面呢，我们把寝室的空间移到了阁楼。那在这个楼梯上面呢，我们也没有浪费任何空间，都是做现在所谓的减法生活的一个收纳设计。像这边可以是衣橱，哦，那另外这边呢，可以说是这个生活日用品的一个收纳。疫情之后，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距离突然变得比较疏远，哦，所以大部分的我们的客户都会选择说半市郊或者是郊区，然后使用一间这种迷你屋，就可以来满足他们生活上的各种需求。台湾小型创业者上开始是替饭店起茶厨啊，也是呢定制私人的别种。早期主要人客是退休的人，不过最近几年来有变化。现在的房价议题，它可以解决年轻人这种长期背房贷的这种问题。只要你有一块土地，其实你置放上去，水电接起来，就可以满足你的基本生活。那因为厨房，我们为了让空间需求使用再大一点、放大的话，厨房之外，如果你平常你做菜备料的话，其实像我们这个餐桌，你桌子只要拉起来，这个移出来，它就可以当做一个备料桌，甚至朋友来4个人，它可以变成餐桌。像这样的有限空间内，其实你也可以发挥你生活中更多的创意啊。对，活得也可以跟别人更不一样。1997年，美国时间小间厝，不少人将厝放伫拖车顶，打造移动式的茶厨啊。这个就是车子，然后就载着就跑。对对，就是它这个车需要很大台吗？还是一般货车就可以？一般货车或者是拖车头。拖车头，这个是它里面的内装吗？还是这是另外一台的？哦，这是它里面的内装。是哦，这个看出来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它里面的内装它是采松木。全世界将近40%的碳排放量，拢是伫建材制作过程中产生的。生产一栋红木头，就要排放800到900公斤的二氧化碳，一栋铁基啊，碳排量嘛超过900公斤。主要是茶器的小间厝打造过程，上袂使省1半以上的碳排放量。镜头来到中华丰原的工业区，地高机啊，车将近1吨的塑胶干仔装，真无用。你能够想象吗？喝过的养乐多瓶竟然可以成为迷你屋建材的原料。像我现在身旁这些堆积如山、从各地的回收厂回收回来的瓶瓶罐罐，经过清洗、粉碎等处理之后，就能被赋予新生命。它主要呢就是叫做聚苯乙烯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 PS。那它主要的来源呢，可以看到就是像养乐多片。那它后端呢，其实我们的客户呢，他们会拿去做塑木，因为它具有这种耐冲击、强度又够、耐厚的这种特性，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这种绿建材的一个材料。有高强度滚耐用适合做建材的特性，咱调饮料罐透明便当盒仔有新的去处。业者逐个月上济会使处理50吨，加做脆皮了，再搁送去加工处理。先处理完跟处理后的碎片进到我们这厂之后呢，我们会先做前半的动作，让材料每一批它的在生产的时候，它的物性是相对是均匀的。拌完料之后会直接入到我们的压出设备来，那压出设备是透过加热熔融的方式，那我们的设备属于的是拉条切设备。所以它拉完之后，它会变成一条一条的出来。那这些一条一条会经过水中的冷却之后呢，在我们的这个切粒机这边做切粒。其实这样的再生料跟我们目前用新料来比的话，至少可以减少50到60% 的减碳量。
经过加热、加压、塑形、加做粒，各种型的塑胶脆片变成像米遐大粒的再生塑胶粒啊，为本来废弃物随变成建材原料。引入这间伫苗栗湾里的塑胶工厂，用回收材料所做的角材，正经过生产线慢慢的成型。那我们原料搬料好之后，我们从这里是我们集料桶嘛，然后下料之后，经过我们的加热管，然后重要的是我们的模具，那我们模具冷却，压出成型。这是我们的托台，就是把成品拉出来，经过长度的计算，然后裁切。这一块是我们的外墙板，那一般应用在我们现在很多露营的那种小木屋啦。那我们做很多，就是它其实可以这样堆叠上去，那它也有防水的功能。毋若建材以家团打造，甲传统的徛家比较起来，细型厝的空间较细撇的民众买伤侪物件，过当减少冷烧气的消耗量。依照研究，住户一世人碳排量会使减7成，组装的过程嘛符合环境的影响。工人人员必须倒插角啊，安尼四架卡将材料各就各位，只需要一个工作工细型厝对当做好。它是一种预铸式的工法，整个建筑物的主要构造，它去拆解成很多片板材，很多都是已经模组化，在工厂已经加工完成了。好，那第一个减少不必要的在现场的人工的浪费。完工后的细型厝慢慢放上拖车顶，准备运去目的地。沿路经过大街小巷，罕见又搁趣味搬厝的工程，有真个过路人伫看路灯。移动式的建筑物，那当然很吸睛啊。我们每次大概出货的时候，中间过程其实蛮多人会追着我们货车跑。比较狭隘或者是比较不容易到达的地方，它也可以换车，比如说像堆高机、吊卡车来到达目的地，然后把它装运进来。细型厝风潮快速流行，少年人真介意。建筑师却提醒讲，建筑法规中并无对细型厝有明确的定义，起的过程中嘛要注意敢有合法。在建筑法规里面，我们都是依照它的构造形式，像木构造啦，然后钢筋混凝土构造、加强砖造。那这一些当然名称在外界业者要怎么称呼，都是他们创建哈。我们也乐观其成，可是一定要符合建筑法系。想要有一栋细型厝，并不是咱乡亲想要起就起，都要有一块土地，若无就要买得起一块土地。地目必须是建筑用地，废污水处理都要事先的规划，符合排放的标准。若要申请永久性的建筑物，建材都要通过认证的防火构造物，也是离隔壁土地6公尺以上，经过地方主管机关审核通过，才会当摕到建筑执照加使用执照。若是离农牧用地，另外规范。农舍的规定，因为我们现在要盖农舍，第一个，你的身份要2年以上农民；第二个，你的农地面积一定要是2500米平方以上，那你可以盖1/10，就等于差不多70多坪。因为现在政府也在管制，所有的建筑物都希望有建筑执照跟使用执照。因为你有执照以后，你才可以申请台电的用电。那你也不能便宜行事，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思考它房舍合不合法。想要伫山林间起一栋细型厝，享受退休的生活，若是用途甲地目无符合，民众可能会被依照违反区域计划法，罚6万到30万的罚金。上严重情形，厝过被认定为违章建筑，被拆掉。我们政府已经开始在一些非法用地目上，也就是农业用地上你盖的房子，然后以后还会被强制拆除，那就会得不偿失。细型厝毋若改变人居住的模式，嘛为生活拍开更较侪想象。要过买厝进前，消费者都要搁注意到设置法规，小空间大梦想，才会当自由发挥。